真正有够台。热天的时，人较会压榨；落雨天嘛是压榨，要上班嘛是压榨啊！天公伯啊，你到底是爱我安怎啦？所以压榨，到底要安怎写呢？压榨写做压榨，就是心情郁闷、烦躁的意思。这甲华语过错的意思是完全无同的哦。压榨会当用来表达郁闷、烦躁、不舒服的心情，亲像是新闻写袂出来，压榨啦！你莫阁吐大气啊！听了真正是压榨。来，对我念一摆，压榨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